弟兄姊妹平安，我哋今日一齊默想以弗所書第1章3至6節經文裏面，佢話：願頌讚歸於我主耶穌基督嘅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嘅福氣，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先，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着自己嘅意旨所喜悅嘅，預定我們藉着耶穌基督得兒子嘅名分，使他榮耀嘅恩典得着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保羅寫呢封信嗰陣，其實佢喺監獄裏面。但佢開頭佢冇話自己有幾慘喎，反而佢講願頌讚歸於我哋主耶穌基督嘅父神因為佢喺天上邊俾到我哋各樣屬靈嘅福氣。弟兄姊妹啊，呢啲屬靈嘅福氣雖然眼係睇唔到嘅，但係佢非常真實、穩陣、永不改變。呢啲嘅福氣嘅核心就係來自神對我哋嘅揀選同埋預定。神揀選我哋唔係因為我哋叻、靚或者好配得，亦都唔係因為我哋夠可憐。神揀選我哋係單單因為佢愛我哋。喺以弗所書裏面佢講得好清楚，佢喺創立世界之先已經揀選咗我哋。個目的就係要我哋喺基督裏面成為聖潔，沒有瑕疵，活出佢嘅榮耀。而預定係咩意思呢？就係話神早早已經決定咗俾我哋一條恩典之路，計劃好透過耶穌基督領養我哋，收納我哋做佢嘅兒女，俾我哋一個新嘅身份，永恆嘅產業，成為屬佢家嘅一份子。喺當時羅馬嘅社會裏面領養唔只係換個名咁簡單嘅，而係代表完全同過去舊有嘅身份割席，重新擁有新嘅地位、新嘅未來。神收納咗我哋，唔係淨係要改變我哋嘅外在，或者改變我哋嘅名、我哋嘅習慣，而係由內到外重塑我哋整個人生。今日聖靈其實已經俾咗好多嘅證據俾我哋睇見。你已經有新嘅身份，你有佢所賜俾你嘅屬靈恩賜，你有經歷過佢帶領你嘅時刻，有一班弟兄姊妹陪你同行，呢啲都係睇唔到，卻非常真實嘅屬靈嘅福氣同產業。所以無論你而家面對咩挑戰，係失業啊、病患啊、家庭有壓力啊、情緒低落，甚至覺得自己行唔到落去嘅時候，請你記得，因為神揀選咗你，所以你就有得揀。你可以揀唔再用舊有嘅眼光去睇自己，唔再靠從前世界嘅方法嚟應對困難。你可以選擇同佢哋割席，轉念望返住耶穌，將你嘅焦點放返喺神所俾你嘅各樣屬靈嘅福氣上邊。就好似保羅啊，佢身處監獄，但係佢心靈裏面仍然充滿平安同埋喜樂，因為佢知道自己係屬於神嘅，並且俾主預定咗行一條充滿恩典、盼望同榮耀嘅道路。而家我想邀請你一齊做一個祈禱。主啊，多謝你揀選我，就算我唔完美，你仍然愛我，收納我做你嘅仔女。我唔想再靠自己舊有嘅方法去面對所有嘅困難。神啊，我願意轉念望返住你，求你賜我屬靈嘅眼光，見到你喺我生命裏面嘅作為。而家立刻就賜俾我平安去面對眼前嘅處境，提醒我係屬於你嘅，你所預定嘅一切係美好嘅。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們。